乾呐，乾坤的乾，那个在念易经正释易经，证明的证，解释的释，可以搜寻善书图书馆。乾呐，乾坤的乾。乾呐，乾坤的乾。乾呐，乾坤呐，乾。相同的宠物啊，宠物上传的。媒体库，播放清单。那。多少步啊？28步而已啊！那这样还要少4、5个没有加进来啊。排顺序。23没有进来，23、25没有进来，23、25、27。算了。按缩图的左边有等于符号，按住那个等于，或者靠近图片。长按可以上下，长按缩图左边搬一边可以上下移动。左边要有那个等于符号才是能够搬移的。3也没有啊，3、4。时间调整上下位置。3要去找3，找3啊。
3，还有14、34、34啊。23。用9乃干合坤之用，用6乃坤合干之用，乾坤大用，乃在6爻之外也。然9者干爻也，6者坤爻也，虽在6爻外，34，仍不出本卦，则象有限，而气无止境。34、23。就底儿工作室进去找。34、23，要用数字管理才容易找得到。编号。此用9用6，为天下大用，生化之本也。生化无尽，天地不与焉，得用无穷。编辑影片。播放清单。这个漏掉了，你有没有看到漏？听儿歌、学英语、讲义这个漏掉了。无论何卦，莫非由乾坤交合变化而成。64卦，莫非用9用6之所见也，则用9用6。不独为乾坤2卦所有，乃64卦之所共也。盖卦不理阴阳之气，有长片有短片，则万物原一体。有的就是没有送上去啊，有的影片没有送上去。必用9，用阴者必用6，不以乾坤现也。各得乾坤之意耳。万物各殊其身，而莫不得天地之一体。余卦各异其象，而莫不得乾坤之一体。故卦有一名，爻无一称。阳皆9，阴皆6，则9、6即各卦之精魂，而用9用6，亦各卦之得用。所谓一阴一阳之道。搜寻影片，然后加入播放清单。干视之。有呢。那个印象错误了，记错了。不得外思道也。故干交坤。从乾坤的坤和乾，自成其得用，不为万物。3没有了，有可能加到下面，后面加到下面，我把它移到上面去。按住缩图左边边缘，向上，有滑动那个动作，向上，向上移动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啊，先去少14啊。好，14、14、23、14、23，好，14跟23啊。先看送上去了没有再补送，补上传。必以9、6未归，后乎9、6者，
不顺呢，跑这么慢。96位本，96盖数之总数也。天地气焉，日月行焉，人物生息变化焉，事业成败出入焉，是曰终极之地，而生死之门也。没有23，没有14，因老于6，要跳过去了。不出96之途，气数变迁。14、23没有送。不理96之要，为其获得用之纽，居造化之中，思二气之均衡，五行之椭圆也。天地之数，共55，96之乘54。没看到。所差者不用之数， 14、23没元有送。数也，谓化之源也，故非后天所用。可以重复送了，不必检查，有名无相，不必收信了，可以未重复送。道之先，义之谓利也，故义利于二，一阴一阳，是谓之二。上传的时候就可以加入播放清单了。由4乘8，上传过程就可以加入播放清单。莫非二之所为，二者偶也。先加那个标签，有何使成？按井字号加标签，便于人家收信。找资源啊，找。非独用也。要知后天之物，必以阴阳相偶成用。注意看啊，下面那个有，这遮到，你看遮到按右下角那个有没有蓝色打勾？有没有按那个符号？有没有看到加入播放清单？点按加入播放清单，有做过的都会列出来在上面，所以很快就会可以点选。刚柔适中，则乖太和之道也。故阳体阴用，阴体阳用，相调相济。不顺啊，有时候跑得很慢，卡卡的。柔胜必屈，延迟。有始无终，有终失始，皆害道也。天地上不无形，况其下乎？故干之用成于坤，乾啊，乾坤。坤之用成于乾，而乾坤之合，则全得一。干有4德，坤亦如之，而所先不同，所至不同，则知4德之成，必2卦之合也。故干上坤下，乾啊，干外坤内，乾。一阴一阳，乃见天德之道。若失一，则皆失之。此性情之欲，德业之说也。人以全德，亦如乾坤之合，故内外兼治，道德并立，乃为君子，乃生大人。以其明明德而直至善，内立其诚，外治其德，中有所守也。打勾了，勾线。则无不害身，反应慢，那个网络慢，有所理也。反应慢。则行不悖道， WiFi 有时候不人之以快道生啊。者，即由于本末始终不去道也。道该上下，备行神。看这个跑得慢，网络跑得慢，这样网络算跑得慢。